馬禮遜牧師生平。1782年1月5日，馬禮遜牧師生於英國北部諾森巴倫郡嘅一個村鎮。父母係蘇格蘭長老會嘅信徒，所以佢喺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長大。喺12歲嘅時候，佢已經可以背誦詩篇第119篇。但係咁樣並唔能夠帶俾成長中嘅馬禮遜牧師平安同埋滿足，反而跑到街頭上同其他少年終日吃喝玩樂，星期日都唔去教堂。回轉歸主。喺15歲嘅時候，佢接受咗耶穌為救主。幾年後進入神學院學習神學、天文、醫學，並學習中文。喺佢20歲嘅時候，就感受到神對佢生命嘅呼召，要顧念中國土地上無從認識救主耶穌基督嘅3億5千萬靈魂。1804年，佢向倫敦會提出申請，要求成為該會派赴海外嘅傳教士，立即獲得批准。1807年，倫敦會按立馬禮遜為牧師，派佢去中國傳道。當時嘅中國採取閉關自守嘅政策，嚴禁外國人居住，傳福音更加唔使講啦。所以佢亦都揾唔到船隻肯載佢去中國。佢只好先橫渡大西洋，繞過南美洲到美國，然後轉往中國，旅程十分艱苦。1807年1月31日離岸啟航，直到9月7日先至抵達中國廣州，歷時8個月。你真係以為自己能夠影響中國拜偶像呢一種根深蒂固嘅傳統咩？船長先生，我唔可以，但我相信神可以。喂，喺中國唔可以向華人傳福音啊！你嚟中國做乜嘢啊？我係東印度公司嘅中文翻譯員，因為佢通曉中國語文，就於1809年接受東印度公司嘅聘請，擔任中文翻譯員。不過嗰陣時嘅中國政府嚴禁外國人接觸中國人，所以佢只能夠進行翻譯聖經為中文嘅工作。1810年，佢首先譯成出版嘅係《使徒行傳》。喺1812年，清政府再頒禁令，
凡刻印基督教書籍者處死。因此，馬禮遜牧師嘅譯經與刊印工作係必須冒住極大嘅危險，同喺秘密中進行。雖然喺困難之中，中文新約聖經終於喺1813年出版。1812年，倫敦會派米連牧師來華協助馬禮遜牧師傳道嘅工作。1813年，米連牧師抵達廣州。佢又學習中國語文，同埋協助馬禮遜牧師翻譯聖經。1815年，米連牧師起程前往馬來亞嘅馬六甲，喺嗰度設立咗一間印刷所。第一份印行嘅中文期刊係《察世族每月統記傳》。至於第一間基督教學校恩華書院，就喺1818年創立，由米連牧師擔任校長。學校宗旨教導華人青年英文，並向他們傳播基督教信仰，教導宣教士等華文。佢哋兩人合作翻譯成嘅全部新舊約聖經，終於喺1819年完成。但係3年後，米連牧師卻因為長期工作過勞而病逝。1823年，新舊約聖經正式出版。馬禮遜牧師一直希望能夠盡力喺中國傳教，不過一直受到限制。佢曾經講過，始終考慮到千百萬未聞我主耶穌嘅中國人嘅可悲境況。於是佢設想喺禮拜日召集到幾個中國人，向佢哋談論關於耶穌嘅事。馬禮遜牧師第一個福音果子名叫塞高，佢亦都係第一位承認主名同埋受洗嘅中國基督徒。喺馬六甲亦都有一位協助印刷聖經嘅雕版工人，名叫梁伯。佢亦都悔改歸信基督教，成為最早期信徒之一。梁伯甘願冒生命嘅危險，不顧清廷嘅禁令，非常熱心喺中國傳福音。後嚟仲做咗第一位被按立嘅中國宣教師。1834年8月1日，馬禮遜牧師終於因為積勞成疾，病逝於廣州，死時年僅52歲。馬禮遜牧師位於澳門嘅紀念碑。馬禮遜牧師位於澳門嘅墓地。馬禮遜牧師年青時立志委身到中國傳道，並致力翻譯聖經，建立英華書院，替第一位中國基督徒施洗，其影響深遠，為基督教在中國嘅發展奠下鞏固嘅根基。